大学入学分科测验，今仔日第二天，社会组落去考历史、地理、数学1甲公民，公民有20200人报名考，是这4科当中人数上介济。大声喊加油！分科测验的第2天，国校家长奥运会早就准备好势来做考生的靠山。 我的小孩已经上岸了啦，但是我们以家长会的立场，我们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考上他理想的大学。我们就跟他说，就是保持平常心就好了，就作息都按照平常的作息这样子。那可能要注意睡眠要充足。认真看笔记甲参考书，考生趁入去试场进前搁拼一个，但是和第1天相比，人是明显减少。 大考中心统计，第2天考的历史、地理、数学1甲公民，报考公民考的上济有20200多人。历史甲地理分别是18000人甲16000人。头一届考的数学1有共要17000人报考。你哪一科最有把握？这样？应该是公民吧。恢复数语的话，对文组的同学的确是有帮助哈，因为我想就是给他们有另外一个机会。8科全考，没有错生物。哦。哎。 但这样不会负担很大吗？就来碰碰运气。大考中心统计，第1届历史无来考的比例是8.49%，比去年7.48%是搁较悬小看。因那历史45题，有考出土的物象、第3把摆放的相片，搁有误写事件了后，原住民对日本人甲汉人的观感调查。地北的所在真多元，概念的运用注重知识，估计整体难度是拄啊好，有适当的鉴别度。会场内试考生是认为考题未伤挑难，考背的题目无伤济，整体难度是中偏简单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